各位亲爱兄弟，大家平安。真欢喜，搁一届安孝日三甲组织伫遮来敬拜上帝吼。伫圣经内底马可福音第2章27节到28节写着讲，安孝日是为着人来设立的，人毋是为着安孝日设立的。人主也是安孝日的主吼。所以伫遮圣经内底真重视安孝日，对旧约到新约拢是共款。安孝日就是咱即马讲的主日吼，主的日子。所以今仔日咱头一首要唱的圣诗是274首。今日是主设立做圣吼，是主做立做圣。前底一首圣诗吼，即首圣诗要唱进前，我甲大家讲一下吼，因为我看这圣诗内底作曲家吼。作曲家真有名哦，一个舒曼吼，就是德国的一个真有名一个作曲家吼，专门去做写遮侪钢琴的迄个曲调吼。我相信咱内底阵啊捌音乐的，也是有咧弹琴的，可能拢知影舒曼伊的钢琴曲是真多吼。这是舒曼迄个钢琴的作品的23号，我毋知。迄号码什么意思吼？反正就是舒曼的作曲23哦。伊创作这个曲是伫1839年。这个曲真简单哦，真简单，咱听着就知吼。这是一首咱上帝串联的一首圣诗而且是真久流传的一首圣诗。咱请轻弹者。咱今仔日是主所设立做圣的安孝日。咱做伙来唱一届，第一站来。今日是主设立做圣，我着遵守来的安律，求主今日听我心来，拄我黑暗，予我光明。神的意思就是讲真圣神吼，互咱爱分别。咱讲有这分别为圣，就是意思讲，咱爱甲一般来分开来，所以主日就是甲一般的日子，拜一到拜五、拜六拢是爱分开的。咱即个早起，咱参加来即个所在，咱的教堂咱叫做啥？圣殿，拢有一个圣即个字吼，意思就是安尼。来，我来唱第2站，来。今日叫做主我去，卡呀因呼救人出世，求主今日靠我的心，脱离罪恶，告我胜利。第3站，今日上帝救赎信息。亲像火焰对天降临，求主今日感动我心，伫基督听出福音。第4节来，过来，是嘞。第4节来，行伫我命日子。西就路口大龙帮里，今日是主恩典修书，我心今晚奉献予你。咱的主日是主的恩典所想述的。下面一首圣诗是第573首，这首圣诗。嘛是真好听，这首圣诗是我的信心若无定吼。咱知咱伫上帝面前最重要是咱的信心，但是咱的信心若无定的时阵，咱就无法度来亲近上帝吼。我想头一个就是讲，这首圣诗内底作词甲作曲的吼，拢不加有因的迄个文典伫内，因的文字伫内底吼。这个歌词一个叫做 Robert Harkness 吼，就是哈
哈克尼斯，一个澳大利人，哦，伊老爸是一个牧师吼，啊，伊细汉时阵就对迄个钢琴甲管风琴拢不加，有才能的吼，啊，伊16岁就开始发表伊的歌词，哦，伊的歌吼，啊，这是伊所创作的一首歌词吼，歌词我的信心若无定上名，啊，这个旋律吼，伊的曲是一个叫做埃达哈伯肖恩吼，啊，伊是一个女性吼，是一个女性吼，伊是个女性，啊，伊是一个，伊是嘛是作曲家吼，作曲家，啊，伊伫伊个年代的时阵吼，伊有创作几若首圣诗吼，啊，其中嘛是甲拄仔讲的迄个做歌词的即个作曲家，三甲做伙来做一首圣诗吼，啊，这首圣诗真好听，啊嘛真对咱的基督徒来讲嘛真鼓励吼，鼓励咱的信心吼，所以咱来轻弹者，咱就来唱。这首圣诗是从伫病院内底，也是咱伫探访的时候，咱对遐已经心灵顶面，也是肉体顶面得了病痛的，咱拢会唱这首圣诗。哦，我要牵你的手。来，我的信心那无定，伊要牵我手。耶稣魔鬼的美呀，伊要牵我手，伊要牵我手，伊要牵我手，因为耶稣听我靠近。大家会记得吼，去年吼150周年，咱迄设搞150周年，咱伫迄个南港的所在有一首音乐会吼，上尾咱唱啥？大家还佫会记的？上尾的时阵，咱唱一首唱，啊，还佫唱的时阵是安怎？咱的手机啊，哇，咱手机啊光拢摕。所以这首圣诗有影是真激励人的吼。是安怎咱的信心会无够？因为魔鬼引诱咱。哦，是安怎咱信心无够？因为咱无去追求，甲上帝亲近。这首圣诗是真好，激励咱。时常伫咱软弱的时阵，无咱肉体也是心灵的时阵，你摕出来这首圣诗来唱，你会真感动。因为上帝要牵咱的手。哦，咱搁来唱一届，啊，你要唱也嘛无要紧哦，来。来。我的听是那美丽，伊要牵我手，因为我心无坚定，伊要牵我手。大家对唱。耶稣看我最宝贝，伊要牵我手，伊要带我到路边，
细声一点。伊要甲我唱，伊要甲我唱，因为耶稣叫我靠近，伊要甲我唱。咱会记得即马礼拜中间的读圣经，无搁放映出来吼，拢爱大家爱献开圣经吼，所以咱即马会使将圣经，要看你讲要读的圣经先来开开啊，你圣经内底吼拢有一书啊吼，从啊看你献口献吼，好，咱三个安静心做伙来做礼拜。请安静，同心来敬拜上帝。
兄弟啊，所以我因为上帝怜悯，肯定献家己的身躯做祭，是我的、信的，上帝所欢喜的。这是恁心灵的服侍，无得甲这世界相款，要用心智换心来变化家己，互恁会明白啥物是上帝善良、通欢喜、遵全的旨意。三角来吟诗，学乐上帝，圣诗274首，圣诗274首，请起立。是用许多圣经做伙来告白咱的信仰。我信上帝，全能的爸，创造天地主宰。我信耶稣基督，上帝的独生囝，咱的主，伊对圣神投胎，对在世玛利亚出世，伫本州比拉多日来受苦，顶十字架死埋葬互伊父。第三日对世人中国活上天。哪坐全能的爸，上帝的大病，要对遐过来审判活人甲死人。我信圣神，信搁公道的教会，正道的相通，做赦免肉体国活，永远的活。阿免。请坐。三角用经文26篇来应答上帝的话，就称赞上主。伫正直的人组织第大会中，上主的作为真奇妙，伊的作为充满尊贵威严。上主行奇事，互人纪念。伊使弥留，互敬畏伊的人。伊对伊的子民显明伊的作为有大权能。伊的手的所做，信实公平，永远袂改变。伊救赎伊的子民，甲因定永远的约。敬畏上主是智慧的根本。上主应该永远受称赞。当心来祈祷，慈悲仁爱圣洁的天父上帝，愿感谢你的恩典，互阮今仔日阁有机会聚集伫你的面前敬拜你。你是创造天地万物的主。是掌管历史、列邦甲万民的上帝。我要用谦卑的心，将世界、台湾甲你所交代管的教会，拢交托伫你的手中。主啊，阮为着即个无平安的世界来祈祷。世界有战争、冲突、怨仇、甲对立，
有真侪个人的生活伫惊吓、失落、甲痛苦中，求你怜悯即个世界，停止战争，消除怨仇，互各国的领导者有智慧、有节制，也有追求和平的心，互对话胜过对抗，互老少赢过怨仇，互公义甲和平伫地上实行。主啊，也求你特别看顾所有受战争影响的人，保守无辜的百姓、老人、囡仔甲家庭，互失去亲人、失去家园、失去愿望的人的中间，求你亲自诚做安慰的力量，也求你感动全世界的教会。毋通对世间的苦难、冷淡，反倒来诚做和平的使者，将基督的疼带到需要的所在。主啊，今仔日阮嘛要为着建堂奉献主日，向你来祈求。感谢你古堂甲松山教会同在，对过去到今仔日，你用恩典带领教会的成长。也感动众兄弟姊妹用信心、时间、才能甲奉献来建立你的教会。主啊，建堂毋只是起造一间建筑物尔尔，阮所愿望的是建立一个敬拜你、宣扬福音、服侍社区、关心弱势、培育后一代的所在。求你亲自引带建堂的每一个脚步。想说教会有合一的心，有清楚的方向，阁有教义的智慧甲力量。求你时时提醒管，真正的教会是建立互相疼惜、彼此扶持、勇敢服侍、用心见证基督的性命的所在。求主你祝福每一个愿意奉献的人。无论奉献多少，拢是出自对你的感恩甲信靠。互阮相信，所有的所有拢是对你来，阮只是忠心做你所交托的管家，也求你保守上山未来的时光，互即个所在成做都市中的光甲阳，传福音的所在。主啊，当世界摇动的时，求你互阮的信仰。袂摇掣，当前途步步无明的时，求你互阮仰望你；当需要奉献的时，求你互阮合适信靠。愿你的和平临到世界，愿你的恩典临到台湾，愿你的福音临到上山，愿你的教会成做世界的光甲阳。阮知安尼祈祷无够野。阮即时也要照主所教示阮的基督文，同声祈祷经讲。
仔做伙来共读上帝的话。今仔日的圣经节伫出埃及记第1章第15节到第2章第10节，伫台语汉语本圣经59页。出埃及记第1章第15节。有希伯来的扣家母，一个名希弗拉，一个名普阿。埃及王对因讲：恁甲希伯来的妇人人扣囝，看因临盆的时，若是查甫囡仔，就互伊死；若是查某囡仔，就互伊活。拢是扣家母敬畏上帝，有照埃及王的命令来行，竟然留查甫囡仔的活命。埃及王就叫扣家母来，对因讲：恁啥事安尼做，留查甫囡仔的活命？扣家母对法老讲：希伯来人的妇人人甲埃及的妇人人无同，因较快变。扣家母枵袂到，因已经生了。上帝好款待扣家母，百姓家庭真济，极其强盛。扣家母因为敬畏上帝，上帝就互因成家。法老吩咐伊的众百姓讲：凡所生的查某囝，因着甲伊下落河；一切查某囡仔，恁着留伊的性命。有一个利未族的人去带一个利未族的查某囝。迄个妇人人怀孕生一个囝，看见伊是清秀的囡仔，就囥伊3月日久。后来看袂阁囥伫，就为着伊取落地仔的伤，用石油甲沥青膏伊，将囡仔下伫迄内面，落伫河边芦苇的中间。伊的大姊远远徛着，爱知伊话拄着怎样。法老的查某囝落来河里要洗浴，伊遐的女婢行游伫河边，伊看见芦苇的中间有伤，就找一个奴婢抓来，掀开看见囡仔，看囡仔在哭，伊就认明伊讲，这就是希伯来人的囡仔。伊的大姊甲法老的查某囝讲：我去伫希伯来妇人人的中间，叫一个尼母，甲你摇即个囡仔好嘛？法老的查某囝甲伊讲：你通去啊！查某囝就去叫囡仔的老母。法老的查某囝甲伊讲：互即个囡仔去，甲我摇伊，我要互你工钱。妇人人就抱囡仔去摇伊，囡仔渐渐大，妇人人就带伊到法老的查某囝遐，做伊的囝。伊甲伊号名叫摩西，讲：因为我对水里救伊出来。请丹牧师讲道，题目是因无进喙。各位兄弟姊妹，大家平安。我头拄仔看见咱差不多80%的兄弟拢伫现圣经，这非常好，咱会当亲自透过经文读，会当甲上帝相拄。毋过对伫咱中间，可能有个人对读即个台语汉语本较困难的，咱嘛会当用咱以下遐有迄个和合本黑色的迄本圣经，用华语来读。因为我毋知咱头拄安尼读扣家母，恁敢知是啥物？可能有人毋知影哦，可能毋知，是接生婆，接生婆。但是咱来读扣家母，可能咱都毋知伊是啥物，所以咱若对台语较无熟的兄弟，咱嘛会当用咱中间椅仔顶面遐有一本黑色的和合本圣经，会当配合来看。咱来进入今仔日的经文。我毋知咱有看过即本册无？叫做《沉默》，伊嘛有拍做电影。《沉默》这本册是日本的作家远藤周作，伊伫1966年根据历史的发展所写出来一本小说。
内容是描写17世纪的时，日本当时是禁止天主教伫遐传教所发生的一寡代志。故事是用葡萄牙的一个耶稣会的神父罗多里格斯，伊前往日本，伊去找伊失踪的老师，一个神父来做开始。伫遐，伊即个罗德格里斯神父，伊伫遐看见基督徒因为信仰受到迫害，甚至因为坚持因的信仰爱失去性命。所以伫过程中间，伊也不断伫遐祈祷，求上帝拯救。但是上帝就是无出声。伫用即本册拍的电影内面，有一幕是互我印象真深，就是日本的官府要求即个罗德里格斯神父，伫伊信徒的面前爱去打用骹去打耶稣的像，即个名词叫做踏会。伊做一个神父，若打落去，等于是背叛基督。但是伊若无打，其他的信徒就会受苦楚。看到安尼，互我感觉足扎心的。我就咧想，若有一天我会面对安尼的状况，我会安怎来做选择？所以有人解说讲，即本册叫做《沉默》，是因为伫遮的困难迫害中间，上帝拢静静无伫讲话。但是这毋若是一本小说，伊也是咱人生中间会拄着的一寡实况。亲像有当时咱拄着困难，邪恶哪来哪逼近目前。伫迄时，咱祈祷，咱听候，但是上帝拢无出声，上帝敢若无伫其中运行。就亲像咱顶届读过17岁的约瑟，伊互弹入陷坑，伫遐哀求，但是上帝无出手解救伊。也亲像17世纪的日本信徒，因为信仰，伫日本长崎即个所在，互浸伫迄个小滚滚的硫磺内面，强迫因弃教。真侪信徒就伫遐顺道。伫迄时，咱会安怎看待即位上帝呢？咱所期待的上帝，甲圣经所启示的上帝是同一位吗？今仔日即段经文，嘛是另外一段上帝无出声的故事。伫约瑟因将伊的规家拢总接去埃及了后，因生养做到埃及人开始看因袂顺眼。新的埃及王惊这以色列人起来反因，就先下手为强，强迫这以色列人做苦工，用痛苦来压制因人口的成长。但是无想到，以色列人哪受苦，因的人口反倒哪来哪增加。伫遮，互咱看见的是，上帝捌对亚伯拉罕讲，要互伊后裔成做大国的安尼一个应允，已经实现啊。但是对法老来讲，这是一种的威胁。所以咱来看，即个法老伊当时下一个命令，就是所有以色列妇女生产，若生出来是查甫囡仔，就袂当互伊活。法老命令希伯来的轎车母。一个名叫做西弗拉，一个名叫做普亚。伊对这两个人讲：恁甲希伯来的妇人轎囝看因临盆的时，若是查甫囡仔，就互伊死；若是查某囡仔，通互伊活。伫查甫囡仔拄啊出世的迄个时刻，就马上将伊杀死。这就是法老伊所采取的灭族的策略。伫迄种真黑暗的时刻。法老讲杀死因的安尼时刻，上帝无出来讲我要来拯救恁，但毋过咱看见几位的女性陆续来出现啊。大先出现的就是西弗拉甲普亚这两位轎车母，因两个人的名非常有意思。西弗拉的名是美丽的意思，普亚的意思是发出光辉的意思。因两个人应该是以色列人。这轎车母的主管，所以法老调因，互因来实现伊的命令。但是咱看见上帝真正奇妙，虽然伊无出手，伫即种真黑暗的时刻，上帝较无稳重。上帝拯救是美妙的，伊照着两个轎车母，上帝的拯救让人发出来。这两个轎车母因有法老的命令。等于因有完全的权利，会当决定这以色列查甫囡仔的活命，总是因无选择安尼做。
因会当听探即个法律的命令，因就会当得到因会当有的安尼地位。但是圣经甲咱讲，总是遮扣遮母敬畏上帝，无照埃及王的命令来行，竟然留存查甫囡仔的活命。法老认为讲，伊的关系应该会互遮妇人人惊甲真惊吓，所以会来甲伊共谋。但是伊较安怎也想袂到，伊竟然施一个比伊搁较大的溃力。即个溃力是啥？就是因敬畏上帝。所以法老一看以色列人的查甫囡仔也是活落来，所以就第二届调这两位扣家母来对因讲：恁啥事安尼做，留存查甫囡仔的活命咧？即句的原文嘛有讲，恁有啥物权利会当做安尼的代志？咱知伫埃及，法老是互当作神明，伊讲的话就是神所讲的话。所以当法老伫遐问扣家母讲，恁凭啥物权利做安尼的事？伊是追究因的责任以外，嘛有一种真丧志、一种真无奈的口气，好亲像是讲，我法老拢已经下安尼的命令啊，竟然无法度阻止以色列人生养做做。但是咱咧看圣经的人就会当知，作者已经将上帝，这是至高的上帝，上帝伫掌权的意义，暗暗透过经文来表达出来啊。所以这两个人来回答法老讲，希伯来妇人人甲埃及的妇人人无共，因较快变，扣家母要袂到，因就已经死啦。这两个扣家母的话非常有道理，但是咱爱知，伫法老24小时的监督下面，因无可能用即个理由来保存每一个以色列查甫囡仔的活命。所以圣经学者讲，这两个扣家母非常的聪明，但是因嘛冒着性命的危险，因为因采取一种延前的策略，就是当因接到以色列妇女特别生产的时，因会较晚甲出发，然后等因到位的时，囡仔一定生落来啊，所以因无机会来杀死囡仔。另外，因嘛爱非常细腻，将遮个代志爱甲因的遐个助手来传达安尼一个策略。所以圣经甲咱讲，上帝好款待遮个扣家母，百姓加添真多，极其强盛。什么叫做好款待？就是伫这扣家母因所处理的每一件事、每一个细节内面，上帝拢有在保守。因为咱知，若其中一个细节出差错，譬如讲，这扣家母已经到，但是这生产的妇女还袂生出来，安尼是要安怎咧？也是咱想讲，其中这助手，其中有一个若是尿杯啊，安尼这两个扣家母，因两个人就爱死啊。所以因两个人对上帝敬虔，毋敢杀死即个活命，所以上帝互因生家。有解说是讲，伫古代做扣家母的人，大部分是无法度生囡仔的妇女，所以因为因对上帝敬虔，上帝大大祝福因，互因会当生养囝儿，会当建立家己的家庭。兄弟姊妹，这段经文咱看见的是法老真残忍的命令。但是上帝所看的是伊家己的应允。伫真侪时阵，咱家己敢若看见困难、看见混乱、看见邪恶，然后咱就哪来哪行行。但是这段经文头一项提醒咱，环境毋是咱最后的答案，法老的命令嘛毋是最后的结局，因为伫法老的顶面要有一位上帝。法老掠家己会当掌握未来。认为讲，我只要将以色列人的查甫囡仔杀死，就会当消灭这个民族。但是法老毋知影，未来毋是伫伊的手中。法老有权力，但是伊毋是历史的主。法老会当下命令，但是伊袂当改变上帝应允。法老会当压迫这以色列人，但是伊袂当阻止上帝解救伊的百姓。所以，这两位扣家母，因毋是故事的主角，因为毋是因的智慧甲勇气才保全上帝计划。因两个人毋是救世主，因两个人无气力会当来控制这个局面。但是，因为因的敬虔，所以上帝使用因的位置来成就真奇妙的计划。
所以这段经文毋是爱咱学习这两位扣家母的勇敢，这段经文是爱咱相信，虽然世界有邪恶在掌权，但是上帝比遮个搁较大。你若有安尼一个相信，就是敬虔。咱拢想讲敬虔是一真熬背经文，真熬讲道，真熬祈祷，但是遮拢是表面。真正的敬虔是咱拄着一寡互咱真惊吓的代志的时，咱要相信上帝，咱要对上帝保持敬虔的态度。但是敬虔毋是天生的，伫提摩太前书4章70到80有提醒咱，着家己练习到伫敬虔，因为练习身躯遐利益是小可，若是敬虔就凡事有利益。因为有现实甲将来活命的应允。保罗讲，敬虔是需要练习的，亲像咱去健身房，透过一摆搁一摆重复的动作，来帮助咱身躯的筋肉会当锻炼起来。嘛，亲像咱追求学问，嘛是透过一摆搁一摆的理解甲练习，互即个学问会当变成咱家己的。同款，敬虔嘛需要练习。但是要安怎练习呢？其实咱做基督徒做久啊，咱拢知影什么叫做敬虔，嘛知影安怎操练敬虔。但是操练敬虔，毋是讲我爱努力做一个更较好的基督徒，因为咱毋是靠家己的行为来得救。但是就亲像约翰福音有提醒，伊讲，耶稣讲，恁着踮伫我，我也踮伫恁。即使枝无结连伫葡萄树，就袂为家己结果子。恁若无踮伫我，也是安尼。我就是葡萄树，恁就是枝。踮伫我，也我踮伫恁的，就结果子侪侪。因为搁我3年，恁就袂做甚物。敬虔，伫遮耶稣甲咱讲一声，就爱踮伫伊的内面。咱爱踮伫基督的内面，咱爱甲基督相连。因为咱每一个人对耶稣基督来得到救恩，所以咱嘛爱学习，互咱的性命结连伫主耶稣，会当哪来哪亲像耶稣。所以，什么叫做敬虔？就是咱学习耶稣基督的所做所行。但是，咱嘛爱有自觉，就是即个邪恶的世界，袂因为咱的敬虔变甲哪来哪好。伫即段经文中间。法老的继母因为遮个扣家母的敬虔受到阻挡，但是伊无安尼就放弃，伊甚至是扩大伊的命令，伊吩咐伊的众百姓，凡所生的查甫囝，恁着甲伊血落河；一切查某囡仔，恁着留伊的性命。吩咐这两个字，这个原文是法律的用语，就是指伊原本讨厌遮以色列人的遮百姓。因每一个人拢对法老遐得到即个权力，会当将以色列所生的查甫囡仔，拢总搭入去即个尼罗河内面去饲即个哭鱼。法老一定想，伊即摆一定会成功啊！但是非常有意思的是，接续经文无阁提起法老的继母到底有成功也无，甚至即个有权势法老也好亲像已经失去伊的声音。因为经文接续甲咱讲，有一个利未族的人去娶一个利未族的查某囡仔，迄个妇人人怀孕生一个囝，看见伊是清秀的囡仔，就劝伊3个日久。即个囡仔毋是大囝，伫伊的头前有一个阿兄甲阿姊，所以伊的老母是生第3胎，较好生。所以当扣家母要袂到，伊就生落来。也因为安尼，即个囡仔会当保全伊的性命。但是咱拄仔知，法老新的命令是啥？就是以色列遮埃及人，因拢有权力，会当将因所看到的遮以色列查甫囡仔ฮ็落即个尼罗河。所以咱会当体会，即个囡仔的爸母爱提心吊胆，将伊藏伫厝里，毋通互遮世界找查甫囡仔的埃及人掠着。但是这毋若是出自爸母疼囝的天性。希伯来书的作者嘛有补充另外一个原因。希伯来书的作者安尼讲，对神就伊出世的时，伊的爸母已经因为看见囝清秀，
抗议3个日，也毋惊王的命令。伫遮，互咱看见，毋若是即个父母的疼，对上帝的信心，互囡仔的遮父母，伫囡仔生落来时，无将伊杀死。但是囡仔哪来哪大汉，就袂阁囥伫，就为着伊处罗德的伤，用石油甲沥青糊伊，将囡仔下伫迄内面，落伫河边芦苇的中间。虽然即对父母尽心来保全因的囡仔，但是最后因也不得不将即个囡仔交托互上帝。虽然看见即对父母因所产生的信心，并无互因有产生一个超越的困难。囡仔继续大汉，埃及王的问题、埃及王的威胁继续存在，法老的命令有缘有效。所以虽然创3个日，但是因落尾嘛是爱面对共一个问题，就是我无法度阁控制我的囡仔的安全啊。而且，互咱看见信心甲控制的差别。兄弟姊妹，咱对上帝有信心，毋是讲咱会当得到控制即件代志发展的能力，反倒是咱无法度阁控制的下面，咱犹原会当按照咱对上帝的信心继续向前行。所以咱看见即个囡仔的老母，毋是啥物拢无做，伊用草编一个有挂的箱仔，然后膏石油、膏沥青，互即个箱仔会当防水，然后将即个箱仔放伫即个芦苇的中间。放伫遐有一个好处，就是芦苇生了真悬，阁无生，放伫遐较袂互人发现，并且即个箱仔徛伫遐嘛较袂互水冲去。另外，河水哗哗吼的声音，嘛会当暗藏即个囡仔的哭声。搁较重要的是，因会当偷偷啊去饲即个囡仔。所以咱看见即个老母是做伊会当做的代志，所以伊所表现出来的信心，就是一种承认我家己有限的一种信心。这对咱来讲非常的重要。因为咱定定将信靠上帝理解做2种的极端，一种是既然上帝已经掌权，所以我啥物拢毋免做；另外一种是既然我已经努力啊，只要我搁较努力一寡，代志就会当按照我所期待来发展。但是咱看见摩西的老母毋是安尼，所以伫遮咱要学习的就是毋是伊的勇气，是伊的信心。因为透过即个老母，咱看见信心就是我做我应该做的，我会当做的。但是迄个我无法度控制的结果，我完全交伫上帝手中。另外，除了囡仔的老母，咱嘛看见第4节有甲咱讲，伊的大姊远远徛地，爱知伊会拄着怎样，爱知伊会拄着怎样。即句话的原文。除了有讲，伊爱去提供伊的小弟啉食甲清洁以外，嘛包括讲，伊爱不时爱替换即个箱仔的地点，较袂互人起疑心。其实，即个囡仔的姐姐敢若大即个囡仔几岁尔，即个姐姐根本无气力会当解救伊的小弟，但是伊尽伊小小的气力，做伊会当做的代志。所以，这段经文，咱毋通将重点放伫即个妈妈、即个姐姐有偌勇敢。即个故事的重点，若安尼看，咱就变成个人英雄的故事。这段经文爱咱思考的是，当遮的人尽因所有的心力，但是无法度阁会当为着即个囡仔加做一寡代志的时，即个囡仔的未来会怎样咧？毋过，故事进行到遮。经文也袂互咱答案。直到第5节，故事出现一个新的角色，法老的查某囝落来河里伫洗浴。对遮，咱才渐渐看见，原来囡仔的老母所毋知影的代志，上帝早就伫安排。有一天，法老的查某囝去到尼罗河边伫遐洗浴。埃及人认为尼罗河是一条神圣的河。所以，伫遐洗身躯是因的一种敬拜。当然，公主洗身躯的所在会特别围起来。
伊遮个女婢嘛伫边仔行来行去，保护公主袂互看见。所以公主洗啊洗，看见路尾的中间有一箱，就找一个女婢拿来，掀开，看见囡仔，看囡仔在哭。这段经文非常有即个动作，非常的生动，互咱看见，当即个公主看见箱仔，叫女婢拿来时，掀开迄个挂，囡仔在哭。无想到即个3月日，真果水的囡仔的面貌吸引公主的注意。哇，这就是希伯来人的囡仔。为什么伊会认定这是希伯来人的囡仔呢？因为公主知影伊家己老爸所发的命令，所以这个囡仔绝对毋是埃及人的囡仔。但是今仔日，伊原本拢敢若听见这个命令，伊是住伫宫殿，伊无接触遮个人。但是今仔日，伊较亲目看见即个残忍的命令所造成的一个结果，就是一个囡仔互等伫河边，搁伫遐哭。其实，即个公主会当当作无听见，甚至会当因为法老的命令，继续将即个囡仔等伫遐。但是真奇妙的是，伊怜悯的心就安尼起来啊！就伫即时，囡仔的姐姐出现，对公主讲：“我去希伯来妇人人的中间，叫一个尼母，甲你约即个囡仔好吗？”囡仔的姐姐就转去找伊的妈妈。所以公主对即个实际上是囡仔的亲生老母的尼母讲：“抱即个囡仔去，甲我约伊，我要互你工钱。”公主直接承认即个囡仔是属伫伊家己的，照着安尼一个关系来保全囡仔的性命。兄弟姊妹，咱看到遮，上帝真正奇妙，毋是吗？咱看见即个囡仔就安尼转去家己的家庭，互家己的爸母有饲，并且是用公主所出的钱。这段若伫咱人的经文、咱人的角度来看，就是一连串的拄啊好。哎呀，即个法老的查某囝拄啊好伫遐来到河边伫遐来洗身躯。啊，伊拄啊好看见即个箱仔，啊，即个囡仔的姐姐拄啊好伫边啊，啊，拄啊好有机会会当提出安尼一个建议。但是伫信仰上来看，这拄啊好的背后，拢是上帝的摄理。上帝安排的代志一件一件发生。上帝无讲我要救即个囡仔，但是法老的查某囝出现啊！上帝无对天理出手来提起即个箱仔，但是即个箱仔是放伫一个真正确的所在。上帝无直接将囡仔交转去伊的老母的手中，但是透过囡仔的姐姐的建议，透过法老的查某囝伊所做的安尼一个承认，互即件代志就安尼成就。上帝无停止即个法老的命令。但是上帝透过法老的查某囝来成做囡仔的保护，这就是上帝真奇妙的方式。有当时上帝无按照咱的祈祷来行代志，但是上帝较有可能透过一个人的一句话，也是透过一个机会，透过一个某一个，互你看做拄啊好的代志来实践伊的计划。伫迄当时，咱可能无法度体会上帝。但是上帝早就伫遐，这就亲像罗马书8章28节所讲：“各咱知万项事三角来，互听上帝的人得到利益，就是照伊定着的旨意来受调的。”有时咱看生命中间，遐个无合咱心意的代志是歹代志，就亲像今仔日这段经文中间所出现的这危机，是遐尔凄惨搁绝望。但是上帝兴起每一个环境，上帝兴起每一个人，上帝兴起咱每一件看做无好的代志，上帝使用这个来成就伊美好的计划。所以兄弟姊妹，无论咱面对的环境有偌黑暗，有偌困难，咱拢毋通互环境来控制、来限制咱对上帝的信心，因为只有上帝。才会当互无可能来变做有可能。这个囡仔渐渐大，妇人人就带伊到伫法老的查某囝遐。这个公主家号名叫做摩西。摩西意思就是因为我对水里救伊起来。
原来，即个互等伫箱仔欠欠死的囡仔就是摩西。摩西有几啊年的时间，拢伫伊原本的家庭生活，所以伊有受到以色列人民族、语言、宗教的基础。到后来，伊入去王宫，成做公主的后生，成做王室的成员，所以伊嘛开始接受埃及的教育，甲贵族的培养。所以最后，上帝使用摩西来带以色列人来离开埃及。上帝和摩西所接受的以色列甲埃及的教育，成做摩西后来真好的帮助。所以咱看见，原本法老伊想要消灭以色列人的企图，竟然是受到几位女性的阻挡。迄两位捡家母、摩西的老母、摩西的姐姐，甚至最后出现的即位法老的查某囝。这女性伫因拢毋知影的情形下面，互家己诚做是上帝计划的一部分。虽然是安尼，但是因拢毋是主角。即个故事的主角是上帝。虽然上帝伫即段故事内面安静无讲话，但是这无代表伊缺席。有时阵咱无听见上帝的声，咱掠做上帝已经离开。但是即段经文较互咱看见。表面上是法老在讲话，伫遐行伊所命令的代志，但是实际上咱较看见上帝安静一直伫保守，上帝安静一步一步实现伊的应允。兄弟姊妹，即段经文互咱看见，法老掠做家己会当决定以色列人的命运，会当决定向生向死，但是伊是失败的，因为真正掌权历史的。毋是法老，是上帝。伊人认为已经行到尽头啊，上帝却伫其中运行，伊用咱看袂见的方式伫做工课。所以今仔日咱中间有的人可能要处伫家己的埃及的内面，咱伫黑暗的中间，咱看袂见即个出口，咱嘛毋知影上帝到底伫倒位。但是请你会记哩，虽然咱看袂见，但是要会当相信。虽然咱毋知影，咱犹原会当交托，因为伫掌权的毋是法老，毋是世间逐样的关系，伫世间掌权的是上帝，成就最后计划嘛是上帝。咱做伙来祈祷，主愿相信你是伫世界、伫历史中间掌权的上帝，所以你看见的是阮的一生，你看见的是人的历史。阮所有的安尼的计划，主啊，阮恳求你帮助，互阮相信，发生伫阮生命中间每一件代志，无论是好代志也歹代志，拢有上帝你好的意思甲安排，阮也愿意顺服。因为有当时啊，阮的智慧无法度明白遮个事，总是主互阮安静听候你美好的计划，主互阮会当耐心来听候。互阮用信心的目睭来看见主你美妙的计划得要实现。主啊，恳求你帮助阮所有兄弟姊妹，因为阮真软弱，阮所看见的只有目前的代志。总是主恳求你帮助阮，互阮会当深深来知主你掌管阮的一生，所以你对阮的一生一定有美好的计划甲安排。阮安尼祈祷，拢是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门。请做伙来读今仔日的金句，咱做伙来读2遍。你惊啥？因为我甲你三角地地，无伫论呢，因为我是你的上帝。我伫靠坚固你，我伫靠帮助你，我伫靠用我公义的正手扶持你。以赛亚书41章第10节。你无伫惊啥？因为我甲你三角地地，无伫论呢。因为我是你的上帝，我伫靠坚固你，我伫靠帮助你，我伫靠用我公义的正手扶持你。以赛亚书41章第10节。大家来吟诗回应上帝的话，信诗573首，573首，请起立。
奉献，请市公务长老、罗国贤长老、陈启勇长老、王恩信执事、庄博雅执事来负责奉献。消息报告第3点，本教会定8月30号，就是后礼拜上午10点半，要伫三芝江联安养中心举行设教151周年纪念礼拜。要坐游览车的兄弟，请伫迄日上午8点40分，伫松山车站圆顶广场前集合上车。礼拜后，做伙到餐厅用餐，联谊分享。第4点，本教会定10月初4要召开临时好会，选举中职。依照本会中职选举办法，需要经过本会在日会餐会员20人以上的连续。请伫今仔日将连续单交予牧师，以后小会为审查资格。第5点，为避免资源浪费，教会赠送予会友的月例彩厝登记1号1分，请伫今仔日伫1楼公布栏登记。第6点，商理大学定8月28号拜五上午10点要举行欢孝日健康同一个活动，欢迎兄弟参加。奉献的部分，咱有错误，请按中职订正周间聚会甲下周圣工事工者，请家己看。请牧师补充报告甲介绍新来的人客。好，咱后礼拜就是要去野外礼拜，
所以咱要坐游览车的兄弟姊妹，咱8:40分伫松山车头迄个圆顶广场遐。所以咱因为遐袂当停游览车，所以咱爱紧集合煞，然后伊游览车会当来接咱。所以咱请咱爱准时吼，毋通迟到。咱若家己开车的兄弟姊妹，嘛请控制时间，互咱10:30是伫双联安养中心伫遐来做礼拜。好，伫遮嘛提醒咱，若伫网络报名还袂交钱的兄弟姊妹，嘛请伫今仔日将钱来交互咱的遮中级。这是咱来，这是咱来公道，咱来大心为着世界，为着台湾，为着宣教士祈祷，咱嘛为着教会建堂，咱10月初4的中级的改选。好，咱嘛为着后礼拜的野外礼拜会当有适当的天气来祈祷。好，咱嘛为着怀孕的姊妹如莹甲婕妤，嘛为着身躯欠安的美玲、郑美洁、燕纯、应轩、文如姐、怡丽、林水长老、慧玲姐、秀慧姐、金芬姐、雨婷、阿卡姐、明珠姐、方梅姐、俊成兄、丁友兄、外交姐、明理姐、道明兄、阿菊姐，互咱开喙为着这些事来祈祷。主啊，感谢你，互阮会当真做是一个教会的兄弟姊妹，互阮互相结连伫你。主，所以阮相信，阮的教会有你做头，你咧引带阮。阮也为着阮的这机体来祈祷。阮知一个机体伊伫受苦，阮整机体嘛伫受苦。主，阮恳求你帮赞保守，特别为着这身躯欠安、心灵欠安的兄弟姊妹来祈祷。恳求你医治因、保守因，也互因伫病痛中间会当搁较有信心。阮也为着怀孕的姊妹来祈祷，恳求你帮赞因，互因伫怀孕的过程有上帝你的固守。也恳求主看顾阮后礼拜的野外礼拜，互阮有适当的天气，也互兄弟姊妹会当伫即个所在，阮会当有真好的交陪，阮会当做伙来敬拜主，也保守阮的中级的改选。恳求你选，互阮会当来选择出合你心意的同工，做伙来服侍。也为着阮的建堂来祈祷，恳求你帮赞，会当起造合你心意，无论伫硬体、软体，拢会当合你心意的教会。我也要为着即个世界来祈祷，主恳求你伫即个世界掌权，虽然黑暗邪恶伫阮的目前，但是主，阮无失去信心，因阮相信你要伫掌权。恳求主帮助阮，互阮用阮的祈祷来不时替即个世界、替阮的国家，以及也替这宣教士祈祷，帮助因，互因气力会当伫所有的所在，特别伫真无友善的所在，互因有气力会当传福音。主啊，恳求你告诉阮兄弟姊妹，互阮每一工会当活出上帝你的心意，也帮助阮所行所做，互阮会当诚做福音的使者，会当来将福音来传扬，互阮四周围还袂明捌你的人。阮安尼祈祷，拢是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门。伫遮嘛提醒，咱若无法度参加野外礼拜，兄弟姊妹，互咱会用直播，所以咱嘛会当伫厝里来做伙来做安尼一个礼拜。即是咱伫上帝平安内面，咱来行平安礼。我因主为着信心来听你，我因主为着信心来听你，我看见你来临，我主为你跳，我因主为着信心来听你。
来吟圣诗400首，因是后请陈牧师祝祷。愿主耶稣基督的恩典、天父上帝的疼痛、圣神的相通，甲恁众人伫地，对即时到永世代无尽。阿门。请坐。被